2025年今年我覺得過得好快啊，年頭定咗幾個目標，話咁快就已經10月啦。雖然今年仲未完，但係都差唔多可以總結今年5個小小嘅 achievement。首先就係讀咗個 Acute Nursing Postgrad Certificate，仲有一份 assignment 同埋一個 quiz，如無意外好快就畢業啦，然後就可以加少少人工咁啦。第二就係我喺 Oncology Ward 都做咗2年幾，咁近幾個月就開始咗 Chemo Training，學咗冇人工加嘅。人一世物一世，學多樣嘢都好嘅，對各種化療藥物嘅副作用啊，都有更加深入嘅了解，對照顧病人都有啲用嘅。第三就係工作以外嘅 achievement 啦，我今年就拎咗澳洲嘅 citizenship。正如我之前出 po 咁講啦，我好慶幸自己可以喺澳洲揾到自己中意嘅生活方式，工作同埋生活上嘅平衡。咁如果問我讀書移民係咪好辛苦啊？當時我又唔覺得好辛苦嘅，因為冇比較過更加好嘅生活啦。我喺香港嗰陣時打份 full time 嘅工都冇時間冇錢可以進修，咁有呢個機會可以喺澳洲讀書做嘢，我都會覺得好感恩有呢個機會嘅。終於我喺嚟咗澳洲第12年拎咗澳洲 citizenship 啦。第四就係我喺投資戶口由年頭22,000蚊增加到33,000蚊澳幣，單單喺過去10個月嘅 market return 就有3000幾蚊澳幣啦。計翻由開戶口至到而家4年之間嘅 market return 有萬零蚊澳幣，咁暫時第4年左右算係本金嘅累積期，咁所以喺回報方面都係算比較慢。第5點就係去到做 gym 方面有少少突破啦，就係我可以做到引體上升 pull up 做到9下，咁對做開 gym 嘅人嚟講呢啲都唔算係啲咩，但係對我嚟講都算係幾大嘅進步啊！由年頭一下都做唔到噶，咁某一日咧諗住做 assist pull up 嗰陣時咧，嗰塊板升上去嘅速度仲慢過我自己升上去，咁我先發現原來我都做到咯喎，咁我就分享咗我5個小成就啦。咁到你啦，今年2025年你又點樣總結自己過去呢1年呢？